提起长长的竹竿啊，甲树固定条，风台接近，果农赶紧脚步保护也袂当收成的油来呀。这种是比较古法的，用竹子，台风来虽然会摇晃，但是果还是稍微会掉。可是它主要的枝条如果没有断裂的话，它来年它蓄养之后，它继续可以再生长。惊风台来线无去就无收入啊，搁请一个倒班。无我家己也有法度。油来呀，惊风佮惊水，照顾起来就亲像照顾囡仔同款，拢是果农的心花。提早来采收，做好防护措施，避免风雨来伤害。市府嘛要举办活动，替果农来行销油来呀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最优质的大内酪梨，在哪里呢？7月28日，我们的大内酪梨节就在大内青果市场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购买。担任市长王伟摕亲自出席宣传，全国上大的油来啊产区就伫咧台南大内，欢迎民众把握难得的机会，到大内品尝健康佮美味的油来啊好滋味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